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菜券做公益，大师是有善酒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先来看咱拜三分享的版路。这版是二中医1321，顺利开出21个，恭喜对着朋友。另外这版07高机顺利开出，咱着2000，恭喜对着朋友进财。今仔日是5月8，拜四。有几套版咯，要分享给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加码的二中医，咱对3月28开始，八期一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固定8期一届。第3期25减6 19减5 20 19 20下3期1、2、3开19个。19减6 13减5 14 13 14下3期1、2、3开14个。25减6 19减5 20 19 20下3期1、2、3开19个。24减6 18减5 19 18 19下3期1、2、3开18个。08减2，歹势，08减6 02减3 05 02 03下3期1、2、3。这个是5月8，拜四要用的。02 03二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嘛是二中医，咱对1月28开始，历史的第4期，咱用历史的尾数4尾加2，6尾用1636下5期1、2、3、4、5开16个。2月20，历史的第4期，用历史的尾数4尾加2 6尾，用1636下5期1、2、3、4、5开36个。2月24，历史的第4期，用历史的尾数4尾加2 6尾，用1636下5期1、2、3、4、5开16个。
3月22日，字数的第4支，用字数的尾数4尾加2，6尾，用1636的5支，7、2、3、4、5，开36个。4月初9，字数的第4支，用字数的尾数4尾加2，6尾，用1636的5支，7、2、3、4、5，开16个。4月17，字数的第4支，用字数的尾数4尾加2，6尾，用1636的5支，7、2、3、4、5，开16个。5月初2，字数的第4支，用字数的尾数4尾加2，6尾，用1636的5支，7、2、3、4、5。这就是5月初8，拜四要用的1636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摆是合数的学中医，咱对3月22开始，5期一届，7、2、3、4、5，7、2、3、4、5吼，固定5期一届。第5期28，合数53、62、2、5、3、4的5期，7、2、3、4、5，开25个。39，合数53、62、14、23的5期，7、2、3、4、5，开23个。39，合数53、62、14、23的5期，7、2、3、4、5，开14个。35，合数53、62、18、27的5期，7、2、3、4、5，开27个。39，合数53、62、14、23的5期，7、2、3、4、5，开14个。24，合数53、62、29、38的5期，7、2、3、4、5，开38个。38个去读到班头。38，合数53、62、15、24的5期，7、2、3、4、5，开24个。28，合数53、62、25、34的5期，7、2、3、4、5，
这就是5月初8拜四要用的。年哦，3数，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咯，分享互各位朋友下排做参考。爱记看线，爱甲大师兄三九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